再过来我就杀了这小子。周斌，杀女人不是你干的事儿，要不你拿我换他们3个行不行？放屁！当我傻呀？进去。不许出声。好像挺熟的。想说话？可以。别大声，听着没有？大鹏啊，就是因为你不听话。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李小飞。李小飞，对吧？啊？好，我现在有话要问你，最后一个机会，你要是再大事儿，我就杀了你，知道吗？啊？小队，周斌有消息了，在哪儿？滨岳旅社，小飞被他绑架了。走，红雪，你留在队里，大家跟我一起走。要通知防暴队和狙击手吗？快！滨岳旅社在居民区人口稠密，动作不能太大。那我们自己来，小磊跟我们一起出发。是。放了我们吧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小雷他不能再等了，没准小飞已经被他们给……他们要不出来，你们就不能行动。可是我们已经等了快1个小时了，老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对，小雷，这人命关天大事，这要万一出点岔子，别着急，机会总会有的。里面到底有几个人，躲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还不清楚。万一把他们逼急了，先杀了人质怎么办？那我……周斌，我们查过你的资料，你犯的不是死罪，可是你要劫持人质，甚至伤害人质的话，那是要受到严惩的。请你现在放下武器，把人交出来。你现在出来，会受到宽大处理的。城主，咱别再等了，没时间了呀！城主，别冲动。他是我们的重要人犯，必须要活口。我也要活口。我不管，大不了我伤他，我死行不行？天亮，天亮，天亮，你给我回来！天亮，你给我回来！周斌，我没有带枪，你看着。我没带枪。把衣服脱了。好。绳子拽回来。把衣服脱。我来跟你谈谈条件。干什么？那边很危险，你不要去。你不敢。我不。怎么回事？下来。周斌，你要把人质放了，我们还可以考虑你的要求。在中方绑架人质，不是死罪也是死缓。那你要配合我们工作呢，还给你减刑。周斌，我希望你能考虑我的建议。你现在千万别做傻事儿。周斌，你别干傻事儿。你过来，再过来我就杀了这小子。周斌，杀女人不是你干的事儿，要么你拿我换他们3个行不行？放屁！当我傻呀？在这儿混了几10年，什么阵仗没见过？我干刑警也10几年了，我什么阵仗没见过？杨亮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怎么样？坚持一下啊！没事，坚持一会儿。快点救护车！救护车，快！队长，你没事吧？那我当然没事了，你脸怎么都吓白了，还警察呢？你没事吧，小飞？没事。啊，那我得需要你照顾了。快给我解开！快解开，快解开！走。慢，小飞跟着我啊！城主，轻赏，赶紧上衣服。哎，亮亮没事，他已经是第3次负伤了，没什么事，他结实着呢。抓紧时间审问周斌。
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走。对，就好好养伤嘛。好，先走。好好养伤。嗯，慢走。拜拜。滚蛋，你妈行，我走。干嘛去呀？我会怼我。哎呀，你就别闹了，这伤还没好呢，躺着。那你在这儿，你得好好照顾我。程处，哎你，程处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那人是谁啊？法隆公司律师林永顺，林永顺，犯什么罪啊？自己人。哦，自己人。谁是病号家属？我是。病人已经在3分钟前死亡，待会儿去领一下死亡通知书。他是个好警察，是个真正的英雄。你给他最好的希望，就是把孩子抚养长大，延续他的生命。什么伤口很大？说话。你们着急了是吧？我不急，能说的都说了，该枪毙就枪毙，命数到这儿了。周斌，你虽然拿的是香港护照，可你还是思明岛人。你看着他们这么祸害这儿的百姓，你心里舒服啊？谁不想挣钱啊？我还想挣钱呢，分怎么挣？他们杀你的兄弟，杀你的女人，你还不理不问的为他们卖命，那你还算个男人吗？根本就不是人。这点我清楚，反正已然是这样了，早死早脱生，下辈子再做好人吧。